根据气象署的预报，7月20到24这期间就是大涝，即马又搁撞到风台北来，所以沿海地区就要注意这个海水倒激甲淹水的风险嘛。今仔日透早伫咧屏东的东港地势较低这个所在又搁积水，所以真侪人是撩水来上班。另外，伫咧高雄基丁嘛是同款的情形，也搁有受到这个开米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来回屏东甲小琉球的船帮。拜三、拜四是全部暂停。路边一地粪扫因为积水浮伫水面，抽水的某大澎无响，海水刷枵是一起来落地。现场伫高雄基丁派出所附近，拄好是年度的大涝。一透早地势较低的所在，积水就超过10公分，乌多摆骑过，水就喷甲拢湿。毛民众是暴冷撩水去上班。水沟若塌起来，严重啊，所以就会当冲泡。怎么办？就是这样，不然要怎么办？你就去将就啊。那高雄、屏东的东港镇地势较低的所在，嘛因为年度大涝，连续2天拢积水，车驶经过积水的所在，就要放慢速度。若积水是淹到一个大人的骹肚遐尼悬。正是6点哦，透早6点。水就已经开始停啊！屏东东港镇东镇里，便若拄到年度的大涝，拢会积水。即届拄好开米风台的逼外来，当地里长提醒民众要注意海水倒激。屏东往回小琉球的船帮嘛，因为环绕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虽然拜一船帮照常，不过24、25这2天拢停驶。若日落会看天气情形，才去决定。记者王周婷、陈显坤，屏东报道。